或者有很殊胜学佛因缘的，其实有很多过去也是出家人呐、各位讲意思吧？当然，过去是出家人，这一生也是出家人。你这一生呢，好好的用功修行发愿，你下一生来到这个人间，也有可能还是出家人啊。所以，这有很稀奇吗？没有，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事实。只是有时候你特别去强调它，你就觉得说哇，好像很稀奇。事实上，你用一个缘起的角度去看待的时候，还有一个习气相应的角度，你会觉得说那是很自然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去了解。曾经也有一个居士问我，那师父如果说过去是一个出家人，那这一生呢竟然会没有再出家，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我可以跟各位说哈，其实有时候呢，众生在一生当中啊，我们造作的善业跟恶业是非常的多。有时候一生当中呢，你造作了很多的善业，但是你过去生的恶业